旗舉起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少少閘商咧，外邊位置搶前啲喎，藍眼就有連連啦，咁啊揈咗出去外邊啊，幸運同行亦都上咗啲，出邊63香港精神啊，中檔位置仲有電信驕陽啊，尾3係龍佑生啦，後邊嗰2匹馬光輝歲月啦，紅帽咧就暫時殿後為永勝金區嚟嘅。好啦，過咗呢個600米段處啦，連連好運仲有優勢啊，中間就美麗多型啊，外邊捷足奔馳用咗一段呢，就上咗嚟第3位啫喎，第4位噶嘛，外邊幸運同行。埋邊大面箍第5位始終如一灰馬，第6位龍佑生攞出去外邊香港精神嗰啲馬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捷足奔馳一鼓作氣就冚咗上嚟，埋邊連連好運呢，仲有得鬥啊，響第2位喎，中間呢，仲有幸運同行啦，外邊追上嚟嗰匹呢係龍佑生嚟嘅，最後100米到啦，捷足奔馳仲係佔先，連連好運呢一路纏住佢喺埋邊，出邊追上嚟仲有呢就龍佑生接近終點，原裝配搭原班人馬，捷足奔馳打搭贏啊，跑第2名呢要影相喎。連連好運埋邊，龍佑生咧少少惡高個頭啊，咁啊又換嚟換去啲腳啊，咁啊但係都有得影相爭第2。第4名衝咗段又唔多咯喎，係嗰隻幸運同行啊。結果頭場賽事咁啊先拔頭籌就係呢隻捷足奔馳啊，第2就連連好運，同埋出邊龍佑生要影相，第4名係幸運同行。好啦，頭場賽事啊大熱門贏馬捷足奔。